中国性团体台湾社会福利总盟昨晚办感恩餐会，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杜英泰是拢有去参加。这总盟的理事长致辞讲，批评这新版的财委法是拖累财政，损害台湾民主。财政主权下放地方没有不好，不过当某些县市首长有暴发户心态，宣布加码普发。 这种缺乏财政纪律的民粹政策，最终伤害的恐怕是社会上最需要协助的弱势民众。总盟的理事长感谢行政院长杜英泰伫咧财委法修正了后，甲406亿的社福补助留予地方，支持总统赖清德继续推动健康台湾，建议中央都要落实社福规范的协商制度，要赶紧来起社会主体。 放任社会救助法的申请标准，